大家好，我係奧兒哥哥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折筷子。古時候有個老國王，他有10個兒子，每個人都很有本領，但是暗地裏總是互相爭鬥，想繼承父王的皇位。這年，國王生了重病，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就把10個兒子都叫了過來。老國王先發給每個兒子1根筷子，讓他們把它折斷。10個兒子二話不說，就把它們全折斷了。國王又拿出10根筷子說：誰可以把這捆筷子一起折斷？大兒子費了半天勁，怎麼也折不斷，只能傳給二兒子，可二兒子也折不斷，只好又交給3兒子，還是折不斷。最後的結果是10個兒子中沒有一個能折斷10根筷子。這時，老國王語重心長地說：這些筷子就好像你們10兄弟，要一個一個對付你們很容易，但是如果你們團結起來的話，就誰也打不敗你們啦。兒子們這下都明白了，從此他們齊心協力治理國家，使國家越來越強盛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要齊心協力，如果唔係就會俾人打敗㗎啦。下次見。